弟兄姐妹平安。我们8月12号礼拜四晚上的直播的祷告会即将要开始，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我们的主。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单单来敬拜他，单单来歌颂他，单单来赞美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筑起祷告的祭坛，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诗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天，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勇气跟信心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
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感谢主，上帝爱我们，并且要陪伴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祷告的力量》，让我们透过在祷告祈求的当中，我们把一切所需要的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祷告的力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的力量，看到上帝工作在我们的当中。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当黑暗来临的时候，正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凭信心祷告祈求，将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
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墙之心，直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哈利路亚，感谢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期待有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来到他的里面，来支取他一切的恩典。你的恩典够我用。环境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感谢主，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完全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
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感谢主，没有离弃我们，一生他的恩典与我们常相伴。我们最后来唱这首台语的诗歌《平安的七月暝》。现在正是农历7月的时候，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看到在7月，大家正在困境跟害怕的时候，上帝要把平安大大的赐给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平安的七月暝》。平安的七月暝，天地地天顶闪闪时，月光光照客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闪的吟诗，上帝相思的平安暝。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恩典甲慈爱，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感谢主有平安对咱一世人。月星伫天顶闪闪时，月亮光光照客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闪的吟诗。上帝相思的平安暝，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
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感谢主有平安对咱一世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家中、在实体的聚会里面，或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在这里一起祷告来敬拜你。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稍微降级之后，让我们可以放松心情，并且能够来释放在主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在主的面前。主，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上帝。谢谢主恩待我们，为今天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能够在各个家庭的里面都筑起祷告的祭坛，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也时常纪念在困苦跟患难当中的人。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在启示录2章18节到29节。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在启示录2章18节到29节。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地方，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来知道上帝对我们所要启示的奥秘。启示录2章18节到29节，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可以看查经祷告的资料上面就有这个经文。启示录2章18到29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喇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阿们。我们再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地方，方便我们来对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更多的熟悉。现代中文译本让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2章18节到29节，在我们给大家的祷告会资料上面就有，或者是可以来看投影片上面的经文。启示录2章18到29节，现代中文译本。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的天使说，上帝的儿子，那位眼睛像火焰一样闪耀，脚像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的，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的爱心、信心、侍奉和耐心。我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比先前还要多，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容忍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别，她教唆并勾引我的仆人行淫，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曾经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肯离弃他的淫行。看吧，我要使他病倒在床上。那些跟他行淫的人，除非他肯离弃他的淫行，看吧，我要使他病倒在床上。那些跟他行淫的人，除非他们悔改，不再跟他行淫，否则我要使他们跟他同受大苦难。我也要击杀跟从他的人，会知道我洞悉人的思想和意念。我要按照你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报应你们。然而你们在推雅推喇其余的人，没有跟从邪说，没有学习所谓撒旦的奥秘。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再把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持守你们已经拥有的，直到我来。至于那得胜能够继续遵行我命令到最后的人，我要赐给他权柄，跟我父亲所给我的一样。我要赐给他权柄来统治万国，用铁杖治理他们，像击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我也要把晨经赐给得胜的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最近因着疫情渐渐的趋缓，那稍微可以有一些的这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但是有许多的人仍然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是紧张跟害怕的情绪，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是未知的，甚至我们有许多的人可能会因为需要打疫苗，或者是需要有一些的医疗的行动，或者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有许多的压力。那在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可以抒压的这样的6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抒压的方式，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紧绷的时候，也可以稍微舒缓我们的心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直都是在紧绷的状态，太过绷紧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发挥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有时候是需要放松的。那放松不一定要去吃喝玩乐，或是做很多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放纵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让心情可以比较能够抒压的。那第一个，这里提到说烹饪料理，有时候透过烹饪料理，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压，或者是让心情可以得到一些的舒缓。所以有时候牧师也会这样，有时候醒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有时候做一些的实验，所以有时候师母会吃我这个实验过的这个料理，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料理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稍微的解压。这里提到欣赏电影、追剧或阅读，这些也是一些比较静态的方式，让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看电影，或者是追剧，或者是一些的阅读这些的方式，让我们也可以稍微舒缓心里的一些的压力。当然不是要过度的有的人还是会很过度的去追剧，或者是过度的去这个使用自己的眼睛，其实并不好。但是我们能够适当的能够去看一些轻松的电影，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放松的一些的剧情
一些的连续剧，或者是甚至可以读一些轻松的书，让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些的抒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第三个，这里也给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居家整理断舍离，意思就是可以整理家里，趁机会在家里面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可以做一些的整理，可以丢弃，并且能够来做一些的很好的处理跟安排。所以日本的一个这些工业在这个一些专家他们的研究里面发现，在工厂里面整理、整顿、清扫、清洁，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在工厂里面可以帮助工厂能够更好的运作的这样的状况。当然，这个概念也可以用在家里面，让家里可以有一些东西是该丢的丢，该整理的做整理，以至于就会看到家里更加的干净跟清爽。那当然也有些人会制作一些的手工艺，让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制作手工艺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花一些的脑力，或者是需要有一些的方式去学习一些技巧，以至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技巧，也能够来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第五个，他这里建议说，每天可以散步1到2次。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在疫情的当中，能够保持一些的这个社交的距离的时候，能够来散步跟运动，以至于我们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可以抒压，可以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不是太激烈的，但是是可以放松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散散步、走走路，或者是有时候可以呼喊一下，然后透过有时候唱唱诗歌，让我们可以放松这样的心情。所以散散步、走走路，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那当然也有最后一个建议是培养运动的习惯。曾经有这个专家的建议是说，当运动完之后，人体内会产生一些脑内啡，可以类似让人心情愉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运动，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可以得到舒缓跟解压。这是在网络上有一些的学者他们提供的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抒压的一些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在解封还没有解封的状态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来这样的一个解压跟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2章18节到29节。今天的经文稍微有点内容上面有点长哈，这是第4封的一个书信，就是耶稣基督来透过这个使徒约翰来写给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当时的7个教会里面的第4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推雅推喇教会。那推雅推喇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从地图上可以来看到。这个红色字的地方，这个就是推雅推喇这个地方的教会。那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妇女，在保罗去传福音到腓立比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姐妹叫做吕迪亚，她是做这个紫色布匹的。那她的老家就是在这个推雅推喇这个地方。那当然推雅推喇是属于在亚洲的地区。那过了一个这个海峡之后，就是到了这个欧洲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土耳其的这里，几乎就是一个接近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跟枢纽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推雅推喇教会的一个遗迹，这个是这个考古的一个研究，推雅推喇教会一个外形哈，这就是现在的状况，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它过去可能是一个极高大的一个极壮观的一个教会，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城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连这个吕迪亚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可见的这个城市相当的一个繁华，相当的富庶，所以他们连礼拜堂都是盖得相当的宏伟跟壮观的。然而，上帝所看重的殿，并不是人手所造的这样的宏伟的殿，而是人心里面的这样的圣殿，就是人心里面的悔改。所以，真正的圣殿，并不是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房屋建筑。我们刚刚看到推雅推喇教会，虽然它极其高大，但是仍然变成这样的一个老旧跟破坏的一个状态。所以，物质的这样的一个圣殿，并不能够存到永远。
但是上帝所造的人内心的这样的悔改，才是真实的一个内在的圣殿。所以推雅推喇教会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也透过这个使徒约翰来写到这个教会有许多的善行。在第19节的地方，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要更多。”所以这个教会被耶稣基督来称赞，它是一个有爱心、信心、勤劳跟忍耐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会，是一个相当好的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然而怜悯人的行为应该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所以若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些的行为通常都不能够持久或是持续的太多。所以唯有在主里面能够被上帝的爱充满之后，才能够来有这样的多的这样的爱给予，能够来怜悯跟帮助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除非从爱的源头里面来得着这样的力量，否则我们很难去行这样的怜悯的行为，或者是帮助人的行为，爱心或信心或勤劳或忍耐这些的善行。然而这个教会虽然他们有一些值得称赞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的问题的所在。所以教会的任何的崇拜的仪式或是这些的形式，必须要合乎圣经的规定。如果不是合乎圣经的规定，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要迎合世界的需要，或是迎合这个社会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大众文化的需要，有时候如果我们擅自的去调整，或者是擅自的去改变这些的礼拜的仪式或程序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并没有办法让人能够更了解跟认识上帝的福音。所以上帝的话才是教会能够所有的一切的事物的这样的方向跟目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不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带领着教会走，而是教会要来带领这个世界，要来带领这个教会带领这个社会能够走向对的方向。当然姐妹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比较多数的，所以姐妹在教会里面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有一个美国总统，第2任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这样子说，他说：妇女的言行堪称为最可靠的标记，能反映一个国家的道德品格的水平。所以很多人在教会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喜欢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因为教会里面的姐妹在一些的品格上面，或者是在一些道德上面，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教会的姐妹是温良柔顺的，是一个美好的品格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美国的这个总统约翰亚当斯就这样说：妇女的言行堪称为最可靠的标记，反映一个国家的道德品格的水平。然而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里面，这个教会里推雅推喇教会却出现了一个自称是女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姐妹，然后她的影响力也极其的大，以至于带领这个教会去走一个不同于圣经教导的路。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今天的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争议，就是这个姐妹她所做的事情，其实在这里很多的叫做言行或者是这些的行为，其实就是与世界观的妥协，或是与社会的一些的价值观的一个妥协的状态。所以纯正的教义为敬拜带来动力，而不是派别的斗争。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好像这个纯正的教义好像会有一些太过严格的规定，或是太过没有人性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不然，真正的教义是为敬拜带来动力，而不是派别的斗争。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应当看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正确神学的目的是令我们在充满威严和恩典的三一真神的面前降卑下来，而不是叫我们夸口自己或是夸耀自己，不是我们拥有多少的这样的财富，或者是拥有多少的人数，或是拥有多少的这些的能力，或者是拥有多少的这些的物力资源，而是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降卑下来。这个才是这个教义里面真正的教义里面所要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所以这个在图片里面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反省，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需要能够谦卑的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这个麦克何顿这个牧师这样说：正确神学的目的是令我们在充满威严和恩典的三一真神面前要降卑下来。所以这个Mark Johnstone 这个牧师他说，最糟糕的罪不是放纵情欲，而是出于恶意的假冒为善，并且不悔改的人。所以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一些跟着这个女先知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群跟世界妥协的人，他们甚至是跟在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几个教会里面这些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的做法是类似的。他们接受了许多在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带进了教会的里面，所以以至于让教会里面跟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不好的行为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做了连结。那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能够看到真正的悔改，才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改变的一个方法。所以今天的教会需要能够看到，需要有勇气放胆宣讲神要我们宣讲的真道，就算它是不受欢迎的。有时候牧师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心里面极其的难过，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照着上帝的话去传讲真理，但是这些的价值观跟社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即使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跟这个社会的潮流是不一样的，是不妥协的，我们仍然要有这个勇气去传讲这些的话语。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教会的属灵复兴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技巧，因为世界总是在找一些的方法跟技巧，也不是在做什么样的活动或是事工，而是要我们能够了解，问我们自己在哪些地方我们得罪了上帝，并且教会的复兴要从认罪悔改来开始。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认罪悔改来看到教会的属灵复兴要从这样的地方来开始。很多人都很羡慕韩国教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奋兴，或者是韩国教会他们的一个奋发的一个状态，但是许多人不晓得，在100多年前，韩国的教会开始的复兴是从教会的一个祷告会来开始，而且这个祷告会是这些的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者开始自省的反省，并且在教会里面带来奋兴跟反省的这样的一个悔改，以至于教会能够开始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很多人喜欢去访韩的盛会，但是我们却有更大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道在我们的当中。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透过悔改认罪，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的复兴能够临到在教会的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台湾的教会都能够强壮健康起来。不是只有韩国的教会要健康，台湾的教会甚至各地的教会都应当是这样强壮跟健康的，要从认罪悔改来开始。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有几样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推雅推喇教会是基督透过使徒约翰来写信的这样的一个第4个教会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7个教会是基督透过使徒约翰来写信来提醒的这些教会。那这个推雅推喇是第4个。推雅推喇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城市，也是腓立比教会的吕底亚姐妹的故乡。所以刚刚有提到，这个吕底亚是从这个推雅推喇城这个地方出来的。那这个教会被基督称赞，他的爱心跟善行是许多教会的榜样。所以推雅推喇教会拥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7个教会里面第1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所没有的优点，当然它也有这个以弗所教会所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点。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讨论说教会有哪些的优点跟缺点，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到比较好的教会去，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我们需要能够知道说，每个教会它都有它的
优点跟缺点，所以不用期待教会一定都没有任何的缺点，每个教会都有优缺点。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也许在我们的加入之后，这个教会能够更加的完善跟美好。所以愿上帝来帮助，让教会能够因着我们的投入，能够来改变这些的缺点，能够渐渐的朝好的方向来走。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初代的教会，除了受到政治的逼迫，最大的混乱是来自内部的异端的教导。所以推拉教会当时应该是因为有一个影响力极大的姐妹，所以在那个地方，如同当时的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个耶洗别皇后一样，耶洗别就是亚哈王的这个皇后。然后掌控着教会，并且带来混乱的教导，这是在第20节到23节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教导就跟尼哥拉一党的人一样，是跟世界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姐妹，她是怎么样来带到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到一个教会的里面。那第三个，我们会看到基督对于没有受耶洗别教导的影响的人，要求他们要等候，直到他来。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也在等候，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对于得胜者的赏赐，是给他们权柄，能够统治，或叫做牧养列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经文里面有这些的提醒，主要给我们有权柄来统治，或是来牧养各个国家列国，这是得胜者的这样的赏赐，有如基督治理的权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将来的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被提到天上去，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来治理地上的万国跟列国。那这里提到诚心，主要给这个得胜的人诚心。那诚心指的是基督自己。我们来看到在启示录22章16节就提到这个诚心，耶稣说他就是诚心，或者我们可以说他叫做义人的光。在但以理书12章3节的地方，这里有提到这个诚心。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诚心就有如这个义人的光，或者是基督自己，他要赏赐给教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需要有主，有耶稣基督亲自的内住，以至于就有义人的光，有这样美好的光显在这里面。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也走在上帝的光中，能够走在真理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就一起来预备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来关心我们在教会当中各样的需要，也关心各样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的一些的祷告，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愿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看到我们的祷告的消息的地方今天是这个主日要就是8月15号，就是圣灵降临节的第12个主日。那愿上帝来帮助，那也是我们开始要恢复实体聚会的这样的一个主日。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在第2项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我们开放3楼的主堂进行台语跟国语的崇拜。那依照防疫规定，就是室内空间是50人，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要严守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主日主堂如果超过50人的时候，那招待的同工就会引位到1楼来做礼拜，看直播来礼拜。所以请弟兄姐妹依照教会的这样的防疫规定，那严格的执行洗手、戴口罩跟量体温的规定，那营造我们良好的崇拜的环境。希望我们可以渐渐的进入佳境，能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在我们如果后面有解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这样的人数来服侍。那各堂的诗班，我们就暂时的这样的不进行服侍，直到8月23号。所以请弟兄姐妹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那也因着这样的降级到2级的警戒，所以我们周间的小组，还有我们的制服学院的活动，都可以稍微的解封到50人，室外是100人，但是请仍然要依照防疫中心的规定来办理。那教会开始可以有实体的小组聚会，那如果没有办法实体聚会的话，也请小组能够采用线上的方式来聚会。那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还没有完全的
解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的方式。那8月18号，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的红本门徒要恢复上课了。那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在红本这个课程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完成这个红本门徒的课程，并且能够从这些课程当中来建立跟造就自己。那我们的春季制服艺人学院的活动已经都陆续在恢复的上课。那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依照防疫规定，能够来上完这些课程，也为这些课程的学员跟老师来祷告。那期待我们能够在下半年当中，也能够继续有这些的活动能够来开放，愿上帝来祝福。那我们的卫理神学院下半年新的学期也即将要开新约导论，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希望能够来参与这样的课程的，或是来学习新约的这样的课程的话，可以来为这样的事情来关心跟祷告。那我们是9月17号要上课，所以请弟兄姐妹也来关心，并且能够尽快的来报名。那我们的读经计划仍然在持续的当中，愿上帝的祝福，让我们的读经计划能够不断的持续。这个阶段到8月的最后的时间，8月底的时候，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来为这样的关心祷告。8月21号，我们有全国姐妹会的线上夏令营，所以请弟兄姐妹来为这样的一个线上夏令营来线上祷告。那如果愿意来参加这个线上的夏令营，特别是姐妹要请跟我们的小组长或者是跟师母来报名，让我们可以来参加这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那我们就一起来为这9项的内容，我们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各样的需要，为教会的各样的内容来线上祷告，求主来帮助，让我们在开始实体聚会之后，能够一切顺利来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关心教会各样的需要，并且为各样的事项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重担忧虑卸给你，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主啊，我们为我们的主日礼拜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实体跟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并行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遵守这些的防疫规定，并且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平安跟安全的状态里面，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主日聚会。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主日聚会的当中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并且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能够来按照规定来这样的来进行这样的敬拜。主啊，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解封状态之后，我们的小组聚会都能够顺利的能够来进行，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实体开始可以有一些的恢复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跟人的接触当中也能够预防跟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在8月18号开始要恢复红本门徒的上课，愿你恩待我们的学员，让我们能够在上课的历程跟过程的当中，我们造就自己，也能够在将来为主你所使用，能够来造就许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益处得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春季的制服艺人学院的活动来献上感谢，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春季的活动的当中能够顺利的完成，并且我们能够持续的来完成这些的课程。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制服学院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道，能够来帮助许多的社区的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福音的朋友，他们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卫理神学院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新学期的开课来线上祷告，愿你带领我们特别这个新约导论的课程，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参与在这个课程的内容的当中，并且能够有很好的学习，带领我们能够透过这些课程，还有老师的教导，还有同学们的互动当中，能够在学习上能够更加的进步跟成长。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所推动的这个读经计划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读经计划都能够顺利的进行，也让弟兄姐妹来渴慕上帝的话，愿意来读上帝的话，爱慕来读上帝的话。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8月21号的这样的一个全国姐妹会的夏令营来线上祷告，让我们的全国姐妹会的夏令营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也为着讲员来祷告，让2位讲员都能够
来传讲合适的讯息，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成长。谢谢主，特别为着这些的姐妹们来参加，愿你恩待，让这些的姐妹都能够在这里面蒙恩。主，愿恩师恩来带领，主，我们把我们的这些的需要带到你面前来，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代祷意向来献上祷告。我们为着非洲国家索马利亚来献上祷告，愿主来帮助这个过去是有许多的海盗出产的国家，愿上帝的恩待让这个国家能够渐渐的恢复正常的状态，并且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的状态。我们也为着北山教区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为着三峡卫理堂的谢炯牧师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在北山教区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为他们来祷告，愿主来帮助，让我们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都秉公行义，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我们也为着我们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品格教育跟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教育来献上祷告。主，我们也为着在第一线的防疫的这些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就为着这5项的内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所关心的这些国际的我们的这些的友邦或国家，主也为着他们来献上祷告，带领这些的国家都能够蒙恩。就我们为着非洲的索马利亚这个国家来献上祷告，带领索马利亚这个国家，过去是海盗之子的，现在能够变成上帝的儿子。愿你恩待这群百姓，让他们也能够蒙恩，使万国万邦都能够来归向你。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三峡的教会来献上祷告，带领我们的谢炯牧师，还有带领他的教会的团队，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加的蒙恩，并且传道同工身心都能够健康，也为着在疫情的当中，教会的奉献跟各样的事工都能够充足，跟奉献有余，能够用在需要的地方，能够用在正确的地方。谢谢主，我们也为着台湾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各级的官长来献上祷告。主啊，让我们的这些的官长、行政官员，他们都秉公行义，做正确的决定，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百姓能够蒙恩。谢谢主，赞美你。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品格教育跟知识教育来献上祷告。特别我们的暑假已经即将要结束，愿你恩待我们剩下将近半个月的这样的暑假，让儿童跟青少年他们也有好的预备，在开学之后他们能够进入这样的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教育的当中。所以我们也为着在第一线的防疫的这些医疗人员、军警人员，为他们来献上祷告，带领我们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他们都能够平安，在他们的工作上面要蒙上帝的看顾，不受这些疫情的影响，他们的服务跟服事都能够对我们的百姓、对人民做最好的帮助。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要来为肢体来献上祷告。那因为这个各司法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不念名字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的肢体消息上都有，所以请弟兄姐妹就在我们的祷告会后，我们能够继续来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提名，为他们祷告，也特别为这些正在打疫苗的，在打疫苗后需要体力恢复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那我们也纪念我们的一些的教会的牧长，愿上帝来帮助，让他们都能够身体强壮健康。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个最后我们来祷告之后，我们就为肢体来献上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祷告会当中，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愿你也帮助你的教会都强壮健康，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哪里，主啊，让我们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都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特别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候，让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他们所打的疫苗都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让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的抗体，能够来对抗这些外在的病毒。你也除去这些的病毒跟病菌，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谢谢主，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献上感恩，带领我们的祷告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上达到主的面前。愿你恩待我们。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你恩